你試過諗，點解有啲人好似食咗防腐劑咁，歲月好似冇喺佢哋身上留低痕跡？其實呢個秘密，可能就喺你嘅身體入面。我哋嘅細胞每一次分裂，染色體末端嘅端粒就會短一啲。端粒就好似鞋帶兩端嘅塑膠頭，保護住鞋帶唔會散開。一旦端粒太短，細胞就會停止分裂，我哋就開始老化，甚至會引發各種疾病。但係，科學家發現咗一個驚人嘅事實，原來傳統嘅禪修、長期嘅冥想練習，居然可以減慢甚至逆轉端粒縮短嘅速度。透過降低壓力、改善生活方式，禪修能夠優化我哋細胞嘅內部環境。所以，想留住青春，唔使靠魔法，或者靠高科技，試下每日靜心幾分鐘，俾你嘅細胞一個回春嘅機會啦。